我家己食泡面。为着要打着你，我脚头落逐本。规罐的信用卡又甲蹦蹦去。哈，心爱的，心爱的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，我是甘愿为你做久做马，缘投的少年家。哈，心爱的，心爱的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，若是有人想要对我的手头大，走你，请伊出来 PK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，我是甘愿为你做久做马，缘投的少年家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，若是有人想要对我的手头大，走你，请伊出来 PK。明翰，老师好。真正有缘投，帅。但是呢，谢谢我也不能说不公平，因为我必须爱讲啦吼，主手者伫现场，我希望你甲主手者两个 PK 一下。你有你的态度，然后主唱有主唱的态度啊。我要你看卖讲，咱主唱者的态度是啥？来啊！我是甘愿为你做牛做马，缘投的少年家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若是有人想要对我的手头大，走你，请伊出来 PK。杜佳丽迄个态度非常非常好，这个就是我一直要求一首歌曲的灵魂，伊就是伫态度。那其实呢，你三位来比哦，你唱歌的基础无因两个好，但是态度，你的真的太彰显你个人特色跟态度，我说你一定会红。所以呢，一定要让我们的老师呢再调教。再调教，你一定会非常棒，真的，你的那个架势十足，而且那个舞蹈都你自己编的吗？对，是我自己。太帅了，真的太帅了。明翰，老师好。我那个请教你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你可以今天不管成绩怎么样，回去哦，就用许志豪的 MV 哦，这首歌的 MV 哦，剪一个你跟他的画面，可以吗？这是第一个要求啊，可以剪一个就是这样的 MV 吗？可以，我会去试试看。好，我拭目以待啊。然后呢，第二个事情就是，我觉得你今天唱歌的一个很重要的感觉是16岁的感觉，而且这个16岁的感觉是完全没有任何就是成年后可能会给你制造的框架，所以这一次的表演很重要，因为你明年在表演这首歌都不会一样了，很赞。笑死。